離譜，75歲香港男星李龍基，終究仲係淪為咗全網笑柄。一場轟轟烈烈嘅爺孫戀，一段信誓旦旦嘅結婚承諾，到最後只剩佢一個人喺鏡頭前痛哭流涕，執念難斷。而細佢36歲嘅女友黃青霞，早已轉身喺內地組建家庭，生仔育女，將佢拋諸腦後。呢段由曝光就爭議不斷嘅感情，如今再睇，更似係一場精心編織嘅騙局。而李龍基就係嗰個最投入亦最狼狽嘅受害者。呢段備受爭議嘅戀情喺去年迎來咗一個重要嘅轉折點，黃青霞出獄。此前，黃青霞因涉及相關案件身陷囹圄，期間李龍基始終不離不棄，唔單止多次前往探視，仲喺公開場合許下承諾，直言等黃青霞出獄後就馬上結婚，俾佢一個安穩嘅家。呢番深情表態，當時仲曾經令唔少網友改觀，認為李龍基係真心對待呢段感情。就算兩人年齡差距懸殊，都有着真摯嘅情誼。可令人估唔到嘅係，當黃青霞真正出獄後，李龍基卻並未兌現自己嘅諾言，遲遲冇提及結婚嘅事宜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出獄後嘅黃青霞仿佛人間蒸發一般，突然斷絕咗同李龍基嘅所有密切聯繫，杳無音訊。任憑李龍基點樣聯繫都得唔到回應。一時間，外界關於兩人感情破裂嘅猜測鋪天蓋地而來。有網友猜測係李龍基反悔，唔願履行結婚承諾，先導致黃青霞離開。亦有網友推測，係黃青霞出獄後心態發生變化，唔再願意同李龍基繼續呢段感情。面對各種流言蜚語，李龍基卻始終表現得十分堅定，多次喺接受採訪時對外宣稱佢同黃青霞嘅感情十分穩定，只係因為一啲特殊原因，兩人暫時唔可以經常見面，仲懇請外界唔好過度猜測，俾佢哋一點私人空間。可佢呢番說話並冇打消網友嘅疑慮，反而令大家對兩人嘅感情狀況更加好奇。就喺外界嘅猜測越演越烈之際，一則重磅消息嘅曝光，徹底打破咗呢份平靜。早前有網友爆料稱，黃青霞早已喺內地低調結婚生仔，仲晒出咗相關相片佐證。相中，黃青霞同一名陌生男子並肩而立，身邊仲抱住一個年幼嘅小朋友，三人舉止親昵，儼然一副幸福美滿嘅一家三口樣。更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喺冬至當日，黃青霞仲同呢名男子以及家人一齊聚餐，全程溫馨同框，氣氛十分和睦。該消息一出，迅速喺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，相關話題好快衝上熱搜，李龍基亦隨之淪為全網討論嘅焦點。唔少網友紛紛調侃佢被蒙喺鼓入面，淪為笑柄。仲有人為佢感到唔值，認為佢嘅心情終究錯付。面對黃青霞已婚並育有一子嘅傳聞，李龍基起初並冇第一時間回應，只係喺被媒體追問時，表示會了解清楚情況後再俾大家一個交代。從佢嘅語氣中，可以明顯感受到一絲慌亂同難以置信。或許喺嗰一刻，佢亦都接受唔到自己真心對待嘅女友，竟然早已另有家庭。冇過幾日，喺經過短暫嘅掙扎同確認之後，李龍基終於忍痛對外宣布自己已經同未婚妻黃青霞和平分手。雖然佢口中講緊和平分手，但言語間嘅落寞同遺憾難以掩飾。唔難睇到呢段感情嘅結束對佢造成咗唔少嘅打擊。分手之後，李龍基一度淡出公眾視野，肯定係喺默默消化呢段感情帶嚟嘅傷痛。而近日佢再次接受咗傳媒嘅獨家訪問，喺鏡頭前首次敞開心扉，談及咗自己同黃青霞相戀以來嘅諸多細節，以及兩人感情破裂嘅前因後果，言語間滿係唔捨同眷戀，令人睇咗唔禁唏噓。據李龍基喺訪問中透露，黃青霞自出獄後對佢嘅態度就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轉變，同入獄前嘅溫柔體貼判若兩人。入獄期間，黃青霞每次見到佢都會十分熱情，主動同佢分享自己嘅近況，訴說對未來嘅期盼，仲一次次叮囑佢照顧好自己。可出獄之後，呢一切都變咗。李龍基回憶到，兩人當初一齊時，黃青霞曾經主動向佢坦言自己嘅感情狀況，稱自己早已同老公協議離婚，兩人之間早已冇任何感情，平日亦幾乎冇聯絡。就連佢所生嘅兒子，亦一直由其父母幫忙照顧，佢自己幾乎唔使操心。當時佢同我講呢啲嘅時候，眼神特別真誠，我完全冇懷疑過佢嘅話。
李龍基喺訪問中講，語氣中帶住一絲無奈。我以為佢係真係想擺脫過去嘅生活，想同我重新開始，所以我先心甘情願淡等佢，仲許下咗結婚嘅承諾。而家回想起李龍基先覺得，或許從一開始王青霞嘅一面就或許嘅只係佢放下過去。至於兩人感情破裂嘅真正原因，李龍基喺訪問中亦俾出咗自己嘅講法。佢表示喺兩人感情出現裂痕之後，佢曾經多次主動向王青霞溝通，詢問佢係咪自己邊度做得唔好，可王青霞始終唔願意多講，只係偶爾提及自己同老公之間發生過一件重大嘅事，呢件事令佢十分困擾，但佢始終唔願意向李龍基透露詳情，無論李龍基點追問，都得唔到任何回應。我知道佢心入面有難處，所以我亦都冇一直逼佢。可我冇諗過呢件事最終會成為我哋感情破裂嘅導火索。李龍基講到，言語間滿係遺憾。除此之外，李龍基仲直言，佢認為王青霞嘅老公亦有好大嘅問題。佢表示自己同王青霞相戀期間一直十分高調，唔單止經常一齊出行，仲多次喺公開場合秀恩愛，甚至李龍基仲曾經帶住王青霞見過自己嘅親友。按常理嚟講，王青霞嘅老公唔可能對此一無所知。可即使知道兩人嘅戀情，王青霞嘅老公卻始終冇出面阻止，亦冇任何表態。呢種默許嘅態度喺李龍基眼中，恰恰說明其本身存在問題。要係佢根本唔關心王青霞，要係就係佢哋之間有咩唔可告人嘅秘密。李龍基喺訪問中講，語氣中帶住一絲不解同不滿。談及兩人曾經嘅甜蜜時光，李龍基嘅眼神中泛起咗溫柔。佢回憶到，王青霞出獄後，佢滿心歡喜淡，為兩人嘅未來做打算，特意喺珠海租好咗一套環境舒適嘅房子。裝修風格亦都係按照王青霞中意嘅樣子嚟設計㗎，仲添置咗好多生活用品，就係希望能夠同王青霞一齊喺珠海開啟甜蜜嘅兩人生活，彌補呢幾年來嘅時光。我當時真係滿心都係期待，每日都盼住佢可以過嚟同我一齊過日子。李龍基話，可呢份期待最後卻化為咗泡影。李龍基表示，可估唔到王青霞出獄後返到父母身邊住咗一段時間，態度就突然變得冷淡起來。原本仲會主動同佢聯絡嘅王青霞，漸漸唔再回復佢嘅消息，亦唔再接聽佢嘅電話。就算兩人偶爾見面，王青霞亦總係一副疏離嘅樣子，唔願意同佢有過多嘅交流。兩人溝通時，李龍基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對方嘅疏離同漠然，嗰種陌生嘅感覺令佢十分心痛。我可以明顯感覺到佢唔愛我啦，可我仲係唔願意相信，我總覺得佢只係一時糊塗。李龍基講到，因為長時間感受唔到愛意，亦受唔到王青霞嘅冷漠對待，李龍基終於忍唔住喺一次見面時當面質問王青霞，問佢係咪仲愛自己，係咪仲願意同自己繼續走下去。面對李龍基嘅質問，王青霞沉默咗好耐，最後明確表示仍然愛住佢。亦正因為呢句說話，李龍基瞬間放低咗所有嘅疑慮，始終堅信王青霞對自己嘅心意從來都冇改變過，佢嘅冷漠只係因為受到咗某啲因素嘅影響。李龍基坦言，佢認為兩人最終走向分手，或許係王青霞受到咗身邊親人嘅壓力。佢猜測王青霞嘅父母可能並唔認可兩人嘅戀情，覺得兩人年齡差距太大，唔合適，所以一直喺度勸王青霞同自己分手。再加上王青霞同自己長期兩地分居，見面嘅機會好少，感情亦喺日復一日嘅疏離中逐漸變淡，最後先走到咗分手嘅地步。我唔怪佢，我知道佢都有自己嘅難處。李龍基講到，就算到咗而家，佢依然喺度為王青霞辯解，呢份心情令人十分動容。即使已經正式分手，李龍基對呢段感情仍未忘懷，對王青霞亦依然念念不忘。今次接受訪問時，當再次提及王青霞嘅名字，李龍基嘅情緒瞬間失控，原本平靜嘅語氣變得哽咽，眼圈亦瞬間通紅，再也抑制唔住心中嘅情緒，忍唔住當場落淚。佢一邊擦拭眼淚，一邊講：我真係好愛佢，直到而家我都冇放低佢。我總係會唔自覺地諗起我哋一齊嘅時光，諗起佢曾經講過嘅嘢。李龍基仲喺訪問中透露咗一個細節，稱王青霞曾經喺2025年嘅時候同佢老公草擬過離婚協議書。雖然呢份離婚協議書最終冇正式簽署，
但呢個亦令佢始終對呢段感情抱有期待。我知道佢曾經努力過，想擺脫過去嘅生活，想同我一齊。李龍基話：我一直都等緊佢，等佢真正放下過去，等佢返到我身邊。呢份執着既令人感動，又令人覺得有啲心酸。目前李龍基仍然對黃青霞心存幻想，從未放棄過同佢復合嘅希望。當被記者問及如果黃青霞真係同佢老公離婚咗，你哋兩個會唔會重新復合時，李龍基並冇正面回應呢個問題，只係坦誠淡表示到時再講，言語間嘅帶住一絲唔確定，又充滿咗期待。佢仲直言自己而家依然深愛住黃青霞，而且兩人至今仍然有聯繫，只不過聯繫嘅頻率好低，只限於簡單嘅日常問候，冇過多嘅交集。我哋而家偶爾會發一條消息，問問彼此嘅近況，冇其他多餘嘅話。李龍基話：雖然只係簡單嘅問候，但我已經好滿足啦。至少我仲可以知道佢過得好唔好，至少我哋仲未徹底斷絕聯繫。從佢嘅話語中，可以明顯感受到佢對呢段感情嘅不捨同眷戀。就算知道兩人復合嘅希望渺茫，佢都依然唔願放棄。李龍基嘅呢段訪問內容曝光後，迅速喺網絡上引發咗新一輪嘅熱議，網友對此亦係褒貶不一，唔少網友表示十分無語，紛紛猜測李龍基呢個舉動疑似喺為復合鋪路，認為佢明知黃青霞已經有咗家庭，仲始終對佢心存幻想，甚至喺公開節目中對其深情告白。實在係有啲唔妥。有網友留言話：明明知道對方冇離婚，仲一直糾纏唔清，淡樣嘅心情真係好廉價，亦好令人反感。仲有網友認為李龍基作為一名公眾人物，喺公開場合咁直白淡講自己同有夫之婦嘅感情，仲表達自己嘅復合意願，唔單止會影響自己嘅口碑，亦可能會對黃青霞嘅家庭造成困擾。既然已經分手咗，就應該學會放下，各自安好，何必一直糾纏不休呢？亦有部分網友對李龍基表示理解，認為感情嘅事情好難控制，愛上一個人好容易，放下一個人卻好難。李龍基嘅執着，或許只係因為佢太過高估咗自己喺黃青霞心中嘅位置，太過深愛對方。如今李龍基已經75歲，早已到咗安享晚年嘅年紀，但依然被呢段感情所困擾，始終放唔低黃青霞。有人話佢嘅心情係一種執着，亦有人話佢嘅執着係一種執念。無論如何，感情嘅事終究係兩個人嘅事，外人無法過多干涉。或許對於李龍基嚟講，放下過去，學會同自己和解，先可以真正獲得解脫，先可以安安穩穩淡度過自己嘅晚年生活。而黃青霞亦應該盡快理清自己嘅感情關係，無論係選擇回歸家庭，定係選擇追求自己嘅幸福，都應該果斷一點，唔好繼續糾纏唔清，以免傷害到更多嘅人。